所以呢，我们一念才是最重要。一念方面来说到，就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叫做观修。观修的方面来说到，观察，好好的去观察。一开始静坐的时候，开始想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样？跟他的关系最好的捷径是什么？最好的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因为首先要知道自己不是实践人，自己已经是皈依三宝的一个人，所以自己呢就是众生，是一个众生，但是种类来说的话就是人类。但是人类当中呢，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个必须得要知道。那就要看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要如何对治不喜欢的这种出人感那些对手。那当初释迦牟尼佛是他对他最有伤害的那些人是怎么去面对的，怎么去相处的怎么去处理的，这样去看。那么佛陀是慈悲为怀，没有什么就是真正的这种消灭敌人的这种想法所以改变众生的内心然后就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改变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改变的？从自己开始，自己就放下，放下才是最好的、最大的改变他人的这种内心的方式，而且消灭所有的敌人跟出人的方式也是放下，放下嗔恨心这才是最对的。那么再放下嗔恨心，怎么样的才能做得到？那么我们就是要观修的方面来说到，就观察的方面来说到，就从因果方面去看，有没有决定性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人，有没有永恒性的敌人？这一世的敌人，我就这一生当中，等我死之前，都是一直心里面就不要放下他，一直都是怨恨他的情况下，到我死了以后，那个之前我能解决吗？我可以达到很满意的可以放下的一个用嗔恨来解决不用嗔恨的方式，是有做得到吗？做不到的。如果善是这一生当中做到的情况下，也是下一世他又倒过来相当就是我们实践的语言，就是相当就是说杀人偿民等等的，就是有这种报复的这种行为是存在的嘛。那么如果是在报仇了，那可能是变成好像那个被报仇的那个应该可能是心里就比较就是达到满意了，或者等等这种想法，但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些都是实践的嗔恨心而产生的，不会达到任何的在心里的平静，只是会很大的这种不满意，或者是心里就是不愉快、不轻松的只有这些感受。这样一直观察到最后的时候，那就什么都不会有，这种就是继续嗔恨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这种真实的这种道理是会明白的。道理明白的时候呢，那就直修与观修这两个非常重要，就是直修与观修直修的时候呢，那就不用去观察，已经前面观察了很长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就什么都不要讲，心专注在一个点上面，然后一直呢就是在观修一直在观想静坐，这就是静修。所以静修跟观修这两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的在每一堂的这个修持都是以这两个交替的直观交换的这一下，然后再专注的心专修的时候呢，你就一直前面已经讲了很长时间，就观察了很长时间所有的事情，你的心就是已经是专注在观察这个上面，那这个中间呢比较不会有想其他的事情，相当这样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到最后达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呢，就直接直修。所以断除过去的一切的事情的想法，也不想将来的所有的计划，那就更不会想现实的一切的渐进跟状态，全部都放下，然后就是关注在一个清净的状态，然后就我们平常都是说要修那个空性等等，这些都同样的道理，所以就是要关注在一个清净的状态，然后就是在禅修这就是直修。所以观直这两个就是交替交换
所以有3种，就是3个名词，一个就是观修，第2个就是直修，第3个是那个直观交替，直观交替来说的话，就这2个交换的。然后为什么需要交换呢？因为前面观察，然后达到可以在静下来的时候，静下来马上做一做，也许会有那个其他的外念。今天你就要我们在观想那个15量心，15量心的时候，你就先把对境识作为一个你的最亲的情人也好，或者是最恨的这个敌人也好，这2者里面其中一个，你就可以拿来作为，就是要先把这是克服你跟他的关系的方面，你自己的内心里面先平静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先观想最不喜欢的那个人，为什么不喜欢他？那这样继续不喜欢他吧，有什么利益吗？对我真的有帮助吗？等等等等，这样去想的情况下，达到没有什么意思，那没有什么真正的想的话，也想不出来什么太多的原因跟太多的道理。那么说道理，谁的道理，谁的错，谁的对，这些也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想不出来的。有些方面换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想，不要只有一个角度去想。只有一个角度去想的话，那就是仇人就是仇人，永远就是仇人那么恨他就是恨他，没有什么道理，我就是恨他。那你这样一直恨他的时候，对他没有什么伤害，但是你自己内心里面就是一直就是放不下。如果是你就是恨得非常严重，你自己痛苦就那么大；比较没有那么恨的话，就痛苦就少一点。总是来说的话，就反正今天我们的需要的条件是，我们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情况下，把它要变成平等的人、一般的人，对你无利无害的一个人，不然的话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修菩提心。所以不是说是我恨他的程度都还好，所以我为了这个也不怎么烦恼，所以没有关系。这样想的话也不行，所以必须得要弄清楚这个。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观修观察的方面，那么直修来说到最后又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呢，就没有任何想法，一直都可以安住在一个入定当中的话，那很好，就是能定做多少就多少。又开始有什么想法的时候呢，比如说马上想起来去年去旅行的时候什么什么去年我跟那个什么男朋友吵架的时候什么这些想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又开始把这个想法，你就知道我现在又跑了，心跑了，那个时候你就把它招回来，招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就又观修，又观察。那个最不喜欢的那个人跟我，或者是所有的这些最不喜欢的人，那就或者你就换一个观察的对象是什么？最喜欢的、最亲的这个情人跟我的关系，我为什么这么的喜欢他？我对他为什么就是这样的执着？对小孩跟父母之间也好，亲人之间也好，亲戚之间也好，最好的这种闺蜜，以及这些那个同学跟同事之间也好，为什么这样？那就去观察。那也是一样的，前面观想一样的，都是实际上没有什么道理的，而且没有决定性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敌人跟永恒的这种亲人，所以都是一种幻觉一样的，所以没有任何真正的这种意义。所以这样达到的时候又停下来，又直修，这2个这样交换。那么这个呢，就是平常静坐的时候。那么就安排了一个功课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去修。完了以后呢，就是不在功课的时候，然后路上走路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任何时候想到也是要去修，一定要想到，因为这个不影响时间，只是来不及，就是想不起来，没有为这个方面就是用心的情况想不起来而已那么平常。如果是只是静坐的时候，就做功课的时候想一想，平常的时间都没有去想的情况下，就像那个打铁的那种铁匠把这个铁那些放在那个沼里面，或者是用火烧的时候，它是热的，就是红红的，拿出来打的时候也很软，但是拿出来外面放一下，它都是会变成颜色，也变成铁的颜色，而且那个它也变成那个硬的。就像这样，我们的心那么在打坐静坐的时候，变成就像铁匠的铁
在那个它的炉子里面正在烧的时候就变成红红的，那个时候打的话也是比较好打，比较软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药丸或者什么的话，也是都可以比较软一点，不会断嘛，对不对？也没有那么硬嘛，对不对？但是拿出来的时候，再放在外面一点点，它就是马上会硬嘛。所以就像这样，能够可以维持柔软的心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经常都要想起来，经常都要去修。自本作人着康着